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仪式8月的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建州。当年的早晨9点半的客家新新闻，都会伫明路巷带引来了解富欢喜宴疫情的情形发展。亚报呢，对过年的疫情来讲呢，就是讲是变化动态的一个礼拜哦。最讲伫上礼拜时间，唔伫大家很记得冇？因过年啊有连登假日，青岛时间呢有连登2日，因过年都冇新增加嘅确诊个案。唔过呢都会前2日，因国军前一波嘅去到友邦拜访一类屯木干水，咪就系一类盘沙干，就表出嚟大规模嘅群起感染。也嚟大家呢，请关心就讲亚类国军啲防疫方系唔系有乜嘅问题咯？系讲你大家咩动向嘅提供一条改变一条。屯木干嘅阿边哥，加条下山过后有许多内容。我哋看到 NHC 时报佢带来嘅消息咯，最讲佢有讲到。喺籌備時間呢，中央旅行疫情指揮中心就有公布嘅，屯木干嘅干脆有新增加有21個確診個案，一下呢一個盤沙干總共有24人係確診差唔多嘅一個富歡喜宴，一下呢一個群起感染嘅疫情呢，看起來呢有擴大情形咯，其中呢有18例係無症頭患者，故所呢一個情形呢就本一個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嘅一個情形係本期知道有條緊張哦。因為大家呢動向提供一條阿邊個啊，加條下山過後有許多內容，經過初步調查過後，也你會發現啲北部地區加條有許多台北市，韓國有像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韓國有台中市，也係北部地區嘅情形。然後呢啲南部鴉片有許多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韓國有屏東縣，也呢全台灣總共有9個縣市，加條都有許多故所呢，一條高縣市嘅地方政府。也呢咪動建中都同啲針對家條許個蔬菜呢要進行小討論。最講呢一下呢，針對安尼盤沙干有群起感染抗體情形呢嘅指揮官陳時中呢，佢就講到，其實喺本期有條緊張哦，前緊張原因最講已經加條大部分就係無症頭嘅感染者，就講呢一下呢還有其他人也幾件差唔多嘅，唔過呢加條用地自家係武漢肺炎嘅患者，加之呢加條有幾多其他蔬菜行料也係發通，就都有可能造成因台灣先前做到安好防疫，又有可能會出現問題嘅。故所呢一下呢一個指揮中心。就有講嘅，為了所有嘅一條盤沙干嘅所有嘅船員都嚟做高風險嘅族群，為了一條做成現狀來做採檢哦，韓國呢要考慮為對一條來進行一條空氣嘅檢驗哦，繼詳細情形呢來看呢新聞報道。我代表海軍要向我們的社會大眾致上我們的海軍的一個歉意。同大家行禮，海軍副司令鍾志勇代表海軍對禮拜訪問佩廖嘅節目冇做好防節，同官員還有社會大眾回施禮，因為到查比同740世界軍官同學生很轉來，經過調解嘅採檢了後，經被指揮中心公布新增加25個確診案例，其中除了一個係喺美國留學中國嘅境外3個案，其他21個總係盤沙軍感40%同官兵。我哋下還來查清楚對呢片切到嘅指揮中心嘅特別針對18去家的做境外3個案件做出澄清。整個的案情還沒有清楚之前，這我們不分它境內境外，我們直接就以敦睦艦隊這樣起一案，整個案情持續來調查跟監控。指揮中心講，今比敦睦專案新增加嘅22例當中，有19個係西來，2個係西外，累至到近24個確診，其他724個調一擺採檢進行嘅驗證，然後因之後6個是總檢之所，同1個病人是總檢質。指揮中心嘅強調，因之禮拜軍監係風險較高嘅場所，所以透防疫項會卡住止，3擺採檢落去進行，將會解除隔離。進來當然先採過一次，那當然有病的就到醫院去，然後第二當然是在中間有症狀出來，那我們就會再採，那有問題當然到醫院去，然後最後要出去前我們會再採一次。前3個個案就可能它就不是，就有機會不是同一波嘛。我們當然還沒辦法完全判斷。那
那2个时间就已经有点间隔了。针对礼拜军监控嘅拳刺感染事件，指挥中心专家钟尚顺回向咪讲，攀下军监嘅之前可能已經不止前幾拜，照發病時間來看，頭3屆確診感染並冇清楚係源頭，有可能係冇強度嘅感染者，冇排除軍監控組織有人切到好安全。指揮官前時仲咪講，希望透過出血感染空氣，等於普釐清，不過好講可能有限頭。客家新聞網檢查對呢片特別報道。針對呢，立法院表出安排以前其實個嘅都動措施哦，人家你有看到嘅，立法院呢副司令為加速副司令呢，佢啲記者會，佢啲籌備記者會，就要同大家行理來非司令。針對愛用問題呢，其實總統蔡英文呢有啲籌備時間發出嚟3點上面來表達加關心哦。佢啲頭一點呢就有講到嘅，佢因為講一個國軍會同大家來非司令，韓國會開啟相關嘅指引哦。下後呢，國防部咪會一個調查小組留幾個高層、幾個防疫的問題來調查清楚來。韓國呢，記住要講到特別一點，也就講國軍為落實同大家講詳細信息係乜嘢，唔好過安康以前呢。三來呢，佢咪要求所有國軍為來注意自家空間，韓國要為維持自家戰力咯。希望呢唔好嘅咧。國軍表出安排以前呢，結果造成國安的問題。佢針對國軍造成安排防疫問題過後呢，佢哋發現咪要求國防部喺禮拜3嘅時間，去到立法院來進行專案報告，來了解詳細嘅過程韓國有內容。佢哋一下呢，大家了解一個軍監表出安排以前過後呢，一下佢嘅從係國防部啊，韓國有從地方政府咪動強心咯。而這個看到呢，佢籌備時間呢，就有一個國防部嘅一條發好邊，就基建去到船監方針對一個船監渡航嘅空間來進行小討。現在人哋講一個船監渡航空間其實係動合嘅，睇下呢成塊嘅發動範圍都動減。故所呢就講講一條船監方假使有13人有設備到武漢肺炎過後，可能會造成其他所有人都有係高風險族群咯。故所呢一個船監係天初係留意小討好些嘢，然後呢啲一啲船監下船嘅所在咪就係人哋做洋員工鴉片呢嘅高雄市政府啲籌備時間呢，咪要派一條小鳳嘅一條專員呢，係去到幾片來進行相關嘅小討，再講一條以前呢係有可能啲高雄進一步來拆開來嘅風險哦。然後你睇下呢，咪當上係提供一個認證送禮。啲宋丹嘅初級時節，總統蔡英文呢就有去到一條軍工呢同轉來台灣呢一條盤沙號來致意哦。當時呢佢係去啲安順同一條上空阿邊個來壓數來致意，壓數來致意。故所呢一啲軍方就表示講，其實呢當時蔡英文係應該係冇乜嘅感染風險。唔過呢就啲送禮拜4嘅時間呢一個。陳苗總統王樹講，佢係有去到總統府參加例行會議哦。當時呢，嘅總統府呢，其實有表示講，一個陳苗總統呢，佢係同總統蔡英文呢，有保持一定嘅社交距離，就係有保持1.5公尺嘅距離。韓國有夾到呢第一批關鍵時間呢，沒有來進行小討啊，一條相關嘅兩地方都有來做好。一下呢，關係來呢，總統咪自家來注意自家嘅空間。韓國呢，總統府咪來好好來做好一條相關嘅防疫措施。佢有關軍方後續為樣來補救，佢針對軍監也部分還會進行樣嘅小討來看人嘅新聞報道。對邊洋非常社到海軍基地太門，整個基地年每個點加門前來小討。海軍屯務監區出現3個武漢肺炎確診案例，高雄市通電小討。至於盤沙監再個增加19男2個確診案例，屯務監區發現24個人全市感染。疫情指揮中心表示，軍區管理強度較高，落船前冇規定要寫空間小明書。軍隊裡面有一套根據我們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指引那所做的一些管理的作為。好，那我們相信在軍隊裡面，其實相關的管理作為一般會比民間的相關的管理作為的強度要更高。好，我相信大家也可以了解，在軍隊是一個有紀律的地方。海軍方面未說明，4月14完成30日盲口講解下，由國軍總醫院做樣分院境界聯合檢疫小組，上船來問平時記錄，檢視人員量體溫記錄，還問軍監控機關及目期間嘅診療情形，來做後續對這種評估。星期六上概念，目前對單一個人做實際嘅檢疫工作。在4月15號，事實上並沒有如媒體
同仁所讲的有做检疫，但是我们相关的这些防护的这些作为都有执行。虽然已經很轉是把世界冠兵賽接種檢疫隔離，但是新嘅新聞都涉及有3年時間，相關人員同社區發通。高雄市政府除了開始小兔，未要求各醫療院所加強門接觸時、發通時進行防疫通報。從4月15號到17號，假設用17號來算的話，最長如果到14天的一個可能的潛伏期的話，也是到4月底5月初左右。所以從4月20號到5月底、5月初或者是4月底這一段時間，我們會責請我們的辖區的相關的醫療院所一定要加強通報。衛生局提倡是接觸海軍，今天嘅係軍工人員，還有排班嘅上下司機嘅高風險民眾，而注意自家身體空間，有鏡頭而且加起不宜生款。同時估算疫情而到5月初將是解除警報。記者李秀蘭去精準綜合報道。認真啲籌備時節呢，一啲海軍有動到阿兵哥有標出動到疫情，故說呢，一下我繼續認為講，一下呢嘅啲盤沙間嘅確診人數還有可能會繼續增加。然後呢，大家親關係呢就會講，也嘅認真一條阿兵哥其實呢啲解散過後融入到 NSA 幾度方，就會講有從夾到有政府卡，韓國有去拜訪親戚一條，故說呢一下也嘅。疫情的問題唔單像係啲國軍都方，也係沒有可能會威脅到全台灣所有嘅民眾哦。所以講，也大家就請講講，一個國軍嘅一個防疫問題會造成全台灣嘅疫情都會模糊好，有可能會爆出大規模嘅社區傳播事件。故所針對一個部分呢，一個中國時報呢，佢就有寫出一篇報道，就認為講，一啲軍方啊，韓國有從疫情指揮中心啊，都有為開啟相關嘅指引哦。就嘛呢會按用講咯，其實呢就會講呢，認真講，呢國軍啊，夾到啲3月初。外去出發，呢有幫就會講配流時節，其實這樣子呢就會講國際方韓國台灣呢沒有表示動到疫情哦。這樣子呢軍方就有考慮到講為起手亞敗嘅屯幕治理哦，唔過呢就談講這樣子呢，外交部呢佢就認為講，因為屯幕治理基研判呢動到年呢就。總唔定呢啲亞敗來起手，然後就講講，因為友邦呢會知道講，唔准衝夾掉。所以講呢，認真外交部同堅持嘅啲態度立場同啱哦。故所呢軍方清明嘅時節，還係派出了阿兵哥去到友邦來拜訪。清明嘅造成呢安泰嘅一個問題，也係呢大家呢都同相提供，都係萬年外來開啟指引哦。韓國呢就會認真講，啲前幾年呢表示疫情嘅時節，其實軍方嘅片啊，就本大家都質疑講係咪係有暗抗相關嘅疫情，講其他掉一條阿兵哥，雖然講呢對國外轉來，唔過呢就嘛冇配合台灣嘅相關嘅隔離啊，韓國有檢疫嘅措施，就老夾掉呢就不用轉去啊，就老夾掉就按呢解散呢。就針對講亞嚟防疫措施，係唔係呢嘅軍方是在睇係睇嘢冇按強行哦，就咪造成呢一下台灣民眾都驚嚇嚇嘅。韓國呢啲上空時節，其實呢就有阿兵哥亞掉呢就出現相關嘅徵條嘅，所以講亞掉呢沒有發射話韓國有從批模買到密切相關徵條，佢啲上空而講有老亞掉做記錄有做檢查哦。故所呢，大家就針對亞部分呢，講希望呢軍方外來講清楚哦。好，也係針對呢，也大家親關心呢，就講一個屯幕間嘅相關疫情咯。三來呢，而且就關心講，現在台灣已經當久冇發生安大規模嘅疫情咯。故所呢，也除了講一個國軍也方面呢，疫情還會繼續控態以外呢，沒有可能講一個社區都方沒係一條高風險嘅族群。故所針對安尼部分呢，就會防呢個社區傳播風險，呢啲新北市啲近邊嘅時節，就要來舉行一個封城嘅軍演軍推哦，所以講為來加上新北市發生大規模嘅一條社區傳播事件過後，所有嘅市民呢為做唔得出去，總共3禮拜為有21人哦，將一個地方政府為針對一條大規模社區傳播事件發生嘅時節來進行嘅參前準備。近邊呢啲新北市政府呢會對新北市政府呢睇了來前嘅從係相關嘅專家學者，還有從指揮中心嘅官員一條來共下來討論。
论咯。先主要係加上，仲係是咪是人卡到，韓國有一下確診人數卡到所在，仲係邊橋韓國有從總府一個所在來進行加上，就來香港夾到發生嘅大規模嘅沙期傳播事件。佢仲呢夾到呢位要求所有嘅市民總得出去21日，所以講總得出去買東西來食東西以外，其他冇必要時間唔注重唔得出去哦。韓國呢從民生以外嘅商業發通早前都係簽停，韓國呢啲台中運輸也部分呢，未會來減半，就來減少，大家呢出去發通時間，就講一下呢，其實有同多國家都幾件有按用嘅相關嘅封城禁令呢，而呢前邊市政府咪係為來做產前準備哦，現陣就會講，假使真見台灣發生相關嘅疫情，佢仲用指揮中心一下宣布嘅所有人為來封城，為做唔得出去，嘅地方政府可能會應付唔切，故所未來作為產前準備，而下呢就用硬幣同大家來整理嘅是台報紙嘅情形嘅重點，給有關國內情形疫情，向總機朋友繼續來收聽，下晝2點同大家帶來嘅情形直播。